中党党咧修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甲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率预测降到3.1%，不过台股含台积电在今个再创新高。受油钱起价影响，这飞机票唔若要起这燃油附加费，航班也要减少。有旅行社行程受影响，讲无法度出团成本爱家己担。今日法院审查56岁法修正草案，条约有共识，未来看电影、舞蹈、戏剧可能免扣税，民众上要义也是票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5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香港查甫人丁小虎，自2018年开始受到中国军方的指示，利用这马祖的文化交流名义来到台湾。事实上呢，是要吸收台湾的军官，打探军情，发展间谍组织。国检署伫去年11月终结，依照国安法甲姓丁的查甫人丁7个人起诉。不过在这法院审理期间，丁小虎破病过身，其他6名被告或者法院判刑4年6个月到8年6个月不等。那国防部长郭立雄在今仔日也讲，这中共渗透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会加强国军的反情报教育，也会鼓励官兵来甲因检举。穿白衫甲避风警员翕相，伊是香港籍丁小虎。2018年开始以马祖文化交流名义来台，不过国检署查出伊是互中国军委会指示，透过地下汇兑提供1112万，吸收咱国6个现体的军人部件，陆空军的间谍组织，要求刺探军事机密，甚至爱现役军官开战了后卖抵抗。不过高院审理期间，伊煞破病过身，其他6个被告高院15宣判，分别互人判4年6个月至8年6个月不等的刑期。对于有少数的官兵违背着忠诚义务感到痛心，有看到这个渗透的情况是严重，但是也看到这个近乎90%的案子都是由官兵检举或者我们自查发现，会对于这个不同的揭秘的等级来加强我们的安全的查核。国防部长郭立雄讲，中国渗透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强调会持续强化官兵保防教育甲涉密查核机制，佮对相关外流资料进行损害管控。不过，监察院进前整理这阵啊违反国安法的案件，判决平均刑度是31.4个月；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案件，平均刑度24.3个月，甲后位国家差12.7倍，认为法院有轻判国安案件现象。我国跟其他国家对于这种军事间谍的判刑的确是比较偏轻的，在国外平均达到19年的这个刑度。目前国防部研议恢复军事审判法，就是希望让这个所谓的现役军人可以得到陆海空军刑法的规范，如此可以有更有效的吓阻。专家讲，除了法制层面的修正，加强对敌人效忠表示等行为的限度以外，嘛建议加强防治手段，像讲增加诱因，鼓励检举无正常状况，让官兵会当随时提高警觉。记者采访报道。中党党咧修正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上届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甲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率预测降到3.1%。不过台湾呢有 AI 相机来到帮助，预估今年的 GDP 成长率有到5.2%，比新加坡、日本、韩国是搁较好。那在今仔日呢，这台股继续创新高，收伫36722点，起426点，台积电呢是收伫咧2080块，赶快是创新高。中党战争造成国际经济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上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讲长盾继续，而且尤其伫2007年进前，抑搁伫一趟100美金以上，世界经济真有可能会衰退。Downside risks are clearly very elevated. Now, the impact of the war will be uneven. Low-income energy importers are highly exposed, especially those with pre-existing vulnerabilities and limited buffers. But the damage is most severe for countries in the Gulf. IMF 假设3种情形，若是冲突继续的时间底，全世界经济成长率将会降到3.1%，整体通膨率会升悬到4.4%。卡出冲突愈来愈严重，造成能源价格甲通膨有机起，金融环境愈来愈严。咱的经济成长率会降到2.5%，通膨率会升悬到5.4%。卡出讲能源供应中断一直拖到2027年，经济成长率会降到2%，通膨率会超过6%。
中东国家甲欧洲经济成长率的爬上最。最凸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涨价并不是全球都一致的涨价。整个亚洲的天然气这一波呢，其实是飙涨大概差不多到20块钱一个单位。那如果我们看欧洲是更高，因为欧洲上一次也受了这个俄乌战争的冲击。受到打击较严重的国家，世界银行讲可能会用800亿到1000亿美金提供援助，超过新冠疫情期间提供的700亿美金。因为亚洲几落个国家下手的幅度较细，台湾是维持顶一遍有一个结果5.2%。行政院主计总处2月13估计，2026年台湾经济成长率7.7%。虽然因为中东战争2月28开始吧受到干扰，学者讲政府用油电动机暂时控制不过，而且台湾出口表现好，对国内经济看法正乐观。拜 AI 热潮所赐，包含了台湾，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居高不下，所以虽然有一些油价的负面冲击，但是 AI 带给我们的正面效应更强。基本面也反映伫咧台股的表现，10个台股各在创新高，盘中是把冲破37000大关，不过尾下起就有较收，指数收伫咧36722点，起426点。创收盘历史新高，因那台积电发射会进前，尾盘一直点火，收盘计数2080块，起25块，实在是53.94条，估计次价拢创历史新高。记者综合报道。即摆民众正爱出国，毋做飞行机票起价啊，大家买就是听丢丢。这油钱大起，航空公司要甲这燃油附加费调悬，也要来减少航班啊。这民航局有统计讲，这5月呢，逐礼拜平均是取消52.6个航班。对民众讲呢，对这中东战争较大，机票已经贵千通块，会继续起哩。也旅行社因为这航班取消，等咧替旅客刷到别团，那阵真正是无得出发，有一寡成本，真的是爱家己来吸收。交通部长陈世凯就表示，无得要求航空公司唔通减，那种有困难会提供协助。真侪自由行的旅客拢会家己去咧网络订机票，不过高小姐讲，因为10月要出发去日本大阪旅游，一年初去网络看机票来回各要14000。伊讲自从中东战事爆发了后，机票是一直起价。我3月底实际买的话是15890，涨了大概1000多左右。庆幸说那时候有先买，就是现在买的话又会比当初看的价格更高。若是旅客买机票变贵，旅行社嘛受到冲击。内部人员讲，本地3月初真侪作业的同仁是无用得提前开票，这个月初7了后，所以因为航空公司一寡航点开始减班，都要加班协调旅客改团。如果转不了，在国外的不管是订房啊，还是交通的提前的付订的那些损失，变成旅行社自行吸收。外下面旅行社人员讲，除了要承受减班引发改团的无方便，后半年的政客状况嘛无理想，真侪企业本地要观光旅游，即马拢暂时停落来观察，估计差不多2成到3成的订单受影响。根据民航局的统计，今年热天逐礼拜平均飞航3029班，4月逐礼拜取消7.3班，占总航班数差不多0.2%；5月逐礼拜取消52.6班，占总航班数差不多1.7%。交通部没有这个力量去要求各国的航空公司，这当然不是要求。困难上面，我们如果可以协助的部分，台湾的交通部跟民航局一定会做更好的协助。想要避免去拄到航空减班，有专家建议讲，买机票的时阵，选核心机场还是传统航空，较袂去拄到减班的情形。长程线的燃油占比比较高，只要载客率未来没有达标，或者是造成飞一趟亏一趟，那航空公司自然就会缩班减班。专家指出讲，较减班的重灾区，佮有真侪航班在飞的低程航线，航空公司有可能为着省燃油含人力成本来合并航班，呼吁民众去保旅游不便险来增加保障。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立法院大条审查56岁怀修正草案调野达成共识，初步审查通过这电影呢，职业性歌唱、舞蹈，还有戏剧，还有这音乐表演等等呢，是唔免扣56岁。啊，那民众上界要义就是讲，免扣税了后，这票价敢会变较俗咧。舞台顶魔术师伫咧表演，大家的观众看甲一直拍破画好，新奇的表演大家拢爱看。因过办活动的团队讲，若是办卖票的活动，成本就包括56岁，互因正头疼。对，比如说我今天可以把汽车变出来，但我因为要压低成本，我可能只能变摩托车。我们缴了税，但我们看不到就是有其他实质上的回馈，比如说
会有补助啦。俄罗斯法是毋是要废掉，已经讨论几多年啊。15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一条一条审查俄罗斯法修正草案，上面共识是电影、职业性歌唱、公主、舞蹈、马戏、魔术、技艺表演，一个夜总会等表演，一个戏剧、音乐演奏加非职业性歌唱、舞蹈各种竞技比赛，首先通过免缴俄罗斯。就长期来讲，娱乐税其实应该还是要废除的。有些县市认为说，这个娱乐税对于这个地方税来讲很重要，那就由地方自主来做处理。那其实这个财划法修完之后，地方的财税也增加很多了。课政的场所啊、设施或者活动，早就已经是我们民众日常娱乐的休闲项目了，并非全然都是奢侈或者是费用高的活动。来看6都区的俄罗斯，台北市113年净业2.88亿，占税收总额0.36%；新北市3.54亿，占比0.53%；台中市2.12亿，占0.46%；高雄2.6亿，占0.57%，拢无到1%。有些县市那是会造成一定的税收损失的。那这个部分呢，中央应该比照以往就是修法的时候呢，如果有涉及地方税收损失的话，中央应予补足这样的一个惯例。学者讲，以前俄罗斯是规定民众纳业者代收，若是免缴俄罗斯，业者就无理由搁代收，计数也应该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滨顶国中毕业女性昨暗伫咧剑湖山度假饭店用餐了后，半暝开始呢，就学生囡仔吐骨流，学校赶紧甲这69个学生囡仔含一个老师送病院，加在人是无安怎，暗头已经坐游览车登去学校咯。那这婚姻关的卫生局也随去饭店进行食米，还有环境的采检，要厘清感染源。佮传出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当市滨顶国中的毕业女性，10时暗时伫剑湖山度假饭店食饭食了，陆续有学生发生闹吐、这胃肠无爽快的镜头，学校紧急启动应变机制，陪学生去附近的诊所和生态岛6分医看医生。凌晨接到电话，我以为是小孩子玩太累了，6点多、7点到8点的时候，人数突然多起来，决定把这些小孩子用游览车把他送过来成大医院。如果真的是卫生出状况后，也请相关单位依法处理后，那学校也要按照合约去求偿。学校表示，初步诊断是急性的胃肠炎，不过在经过治疗了后，大多数的学生都已经较好啊。有些小朋友如果口服药比较没办法吃的，我们是有用一些针剂做治疗，那大部分大概还是用口服药就治疗得不错。婚姻关卫生局伫接到通报了后，第一时间嘛到剑湖山度假饭店做食米和环境的采检，要来厘清感染源。食物的检体1件，还有2件人体的一个检体哈。那我们分别会送到食药署，还有就是 CDC 哈做相关的一个检体的一个报告。因最近是一直传出食物中毒的案件，嘛看出咱国伫食物上稽查人力无够的问题。有特别建议讲会当参考欧美授权食品技师和工卫师对源头来把关，平常时都对业者做卫生管理，建立食安签证制度来补稽查人力。负责签证的人类的资格、条件、训练等等，这个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也许是可以来补我们现在这个稽查人力不足。另外，汤圆上野烘肉饭内热店进前是发生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卫生局统计到15中昼为止，加起来有镜头的民众是增加到104个人，内面有69个人有去看医生，相关食品和环境检体已经送去实验室，按算上紧1礼拜就会有初步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农业部伫咧年初有预告讲，互一定规模的餐饮业者强制使用这细酸卵。不过，正说传出讲政策要改变啊，农业部赶紧出来驳回，讲这政策无变，是要确保这细酸业者所提供的细酸卵送到特定的通路，就要符合特列顶头拢有登记的规定，才会当来追查源头。两项就讲呢，这细酸卵的成本较悬，送到餐饮业者遐，自然袂互消费者价钱就变较悬咯。甲细甲食清气的细茎卵，正整齐摆好好，准备要放在架顶卖互消费者。一寡细茎卵每一粒顶头拢有喷日期顶数字，并且有登录追溯来源的资料，甲其他的贵卵比看起来就无同款，价钱也较贵。两相讲，细茎卵的种货成本较悬，餐饮业者来用这种卵，会反映伫咱餐饮的价效。成本会比较高，洗过的话也不能放久。我们进的话高的话，我们出去也是他们也是一样照会比较。
较高一点，差不多30%。因为最近连续发生食物中毒的案件，病源是三门细菌，上定定看到的感染源是垃圾的卵壳，或者是因为鸡卵子误食。为了要追溯鸡卵的来源，农业部年初时阵有告，讲供应户一定规模的产业业者的水晶卵，每一粒顶头拢爱喷资料，方便追溯来源。因讲农商工会讲，经济业者用水晶卵怎么有困难？2-3万只会爱定70%市场啊，迄款的啊，你要安怎叫伊生存啊？无法度卡波对袂话啦。如果全部都是推这个集选蛋的话，那当然没有办法每一场都去设这个检设备啊，一台都要100多万、200万啊。这个冷链运输的部分没有冷藏的话，那当然保存的期限就会缩短啦。餐饮业者讲，用水晶卵成本有较悬，不过以后政府若要强制执行，因也会遵守。只要是政策法令明定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照政策法令走，因为一切都是在食安规范当中，相关的成本不会转嫁给消费者，也不会涨价。食安办他有邀请我们去召开共同研商这个会议以后，我们开始来做，我们去强化我们现有的一个鸡选蛋的一个所有事。农业部讲，年初有告讲，供应户餐饮业者的水晶卵，就系每一粒顶头拢喷资料的政策，是为了要延续鸡卵追溯来源的机制。行政院食安办公室强调，并不是要求餐饮业者拢爱用水晶卵，是因为有一款鸡卵是水晶的，也毋过顶头所无喷印，所以要加强追溯管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涉嫌高级银行行员诈骗1亿1000万的律师尤光德，3月之日呢，伊是把这电子手铐加长了后，对台南詹文溪口坐这海钓船去到平湖外海，结果再找人帮助伊逃亡海外。检方和海巡署呢，前一阵仔呢有抓到帮助伊坐桶的3个共犯，而且闸口停伫咧安平渔港的海钓船。目前这3名共犯已经是奉城亚检检核准。海巡人员去伫船顶搜索，涉嫌和银行行员斗空组成诈骗集团，共计1.1亿的律师尤光德，顶个月2日是这只海钓船甲运送，对台南沿海坐船起步检查。目前已查获协助游姓被告偷渡之共犯3人，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以及查扣协助游姓被告偷渡之船只。尤光德伫113年方裁定交保了后，是伊伫伊电子手铐甲监控，但是伊立钱透过细弹细五的纸头和细龟船价斗3工，破坏电子手铐占道出境。检方追查，尤光德是坐细龟海钓船对台南詹文溪口出发，来到平湖外海了后，不明的船只才甲接应。因迅速查到细弹的嫌犯顶3个共犯，而且找到停伫安平渔港的海钓船。尤光德的老爸才个发出会失礼的声明，而且呼吁检验，公正看待这案。就是安尼。即马在平湖诶，拢个臭面啊，啥物拢平湖啊，啥物拢渔民啊，看有关单位诶，有法当好处无啊。平湖的海巡人员带证书犬来检查坐船的车，尤光德是对平湖外海检查。过去包括3联集团共治案的嫌犯齐孝东等人，拢把平湖当作是检查的中继站，严重影响到平湖的名声。检方和海巡等单位和机关合作，加强巡查出入境的点，落实安全检查。我们会加强戒警率，跟海巡署去做一些洽询，船舶的轨迹是有些异常的，加强去做相关的拦检跟安检，也要拜托海巡署那边在海域的巡防部分要去加强抽检。其实可以滚动式的修正来做看看，舌头或者是船东都是本国人，觉得罚则不重，我就有恃无恐嘛。几年出来之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说，我就找一个人头进去，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部分，其实可以试着拉高刑度，产生一些吓阻作用。为着要阻挡在运偷渡的行为，入出国移民法捌伫2024年修法，甲本地3年以下的刑责加重到1年到7年。但是，同款有不法的分子是持续帮助偷渡，除了这时代有关刑度，或者认为政府嘛应该对风渡机制这制度面来做检讨，这些所在做伙做降低监督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标了后人的西湖溪卡达车铁道附近的湿地，有民众发现到一只趴伫涂骹的乌面腊龟，这喙背互鱼线低调的，赶紧通报相关单位送病院抢救，想袂到过长工有关是救无倒来。那县政府表示讲，乱弹鱼网啊、鱼线等废弃物会害死野生动物，也打算讲要把这乌面腊龟变做是标本，推广生态教育。
乌面拉尾的喙巴去互鱼线甜几多年，热心的民众发现想要甲透开，这是伫这个月11苗栗后人西湖溪子弹车路附近烂土地看到的。其他民众讲，遮定定有来钓鱼的人，可能是长期的钓鱼线甜到的。会去钓咧啊，就带转去啊，就那蹲咧遐，若要有餌，下面皮落来，伊看着迄餌就食落去就钓着咯。因为遮足侪人咧钓的啦。乌面拉尾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安徽署列做较有危险等级，同时也是咱国第一级挖灭绝种的保育类野生动物。苗栗农业处缉捕到场救援后送动物病院抢救，到病院的时阵伤气连徛都无法度，用高压酸素加注射治疗，隔天也是因为热衰竭死去。它在太阳底下被鱼线那些能缠到太久了，至少有1-2天了。热衰竭的时候，它里面的身体的脏器那些就会出问题啊，基本上这种状况都救不太起来。苗栗县政府讲，乌面拉尾每年秋冬季为韩国顶北方生态地到台南西南沿海过冬，春天再个飞转去生态地，沿过捌伫通宵甲后人沿海有看到，可能是中站休困找食的。这个是头一例因为找食电到鱼线死亡的案例。这一次是第一次，因为黑面琵鹭可能溺死而嘴巴去缠到鱼线而死亡的一个案例。所以我们这边也呼吁我们的渔民啊，或者是钓客，捕鱼废弃渔网不要乱丢。农业处是呼吁民众去海边啊、河边户外环境，唔通乌白等鱼网啊、鱼线这类废弃物，安尼无可能对野生动物造成性命的威胁。后续考虑把这只乌面拉尾制作成标本来推广生态教育使用。记者采访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有影是想无，伊到底是咧创啥？高雄有一个查甫人呢，甲2只猫仔囝关伫咧篮仔内面，甲伊撇落海底，而且伊这规个过程呢，佫甲伊录影传到网络。民众看到是真生气，赶紧报警察。目前警方伫咧渔港抓着人啊，而且这个嫌犯伊也承认讲有苦毒猫仔，若遵照这动保法，上当会当关2年，而且佫爱罚200万。甲2只猫仔关伫一马人直接弹落去海底，翕影片的查甫人讲这是禁敌人。第4机甲这段影片放去网络，遂引起侪网友的愤慨。苦毒猫仔的查甫人无偌久就互敲底出来，是一名40通过细班的查甫人。平常时拢伫咧高雄林园的渔港掠鱼，附近民众拢讲这款行为实在真恶质。伊米线内底，伊等下伊嘛会搁走起来，袂当讲躲伫内底面啦。你是敢讲甲赶走就好啊，莫像安尼甲等在水底吼。对啦，迄恶质人。有点过分了。怎么说呢？哎，怎么说？你是虐待动物。虐待动物，对啊。动保处会长警讲，14暗时来到渔港找到当事人甲船仔，当时嘛伫船顶看到一只猫仔囝。嫌犯讲，因为猫仔会走来船顶乌白放屎尿，佮偷食鱼货，才会用安尼来驾驶因。不过路尾有游起来放鱼走。动保处强调，目前当咧确认另外一只猫仔囝的行踪，不只个早起掠到迄只，是毋是防苦毒的其中一只，佮需要等待进一步的确认。动保处已经收集相关卷证，已请地检署侦办，并动保处于本日上午于案发地点诱捕到1只猫，至于是否为本案受虐猫只，将一并调查之后，已请检方参考。嫌犯的牌仔也停伫咧港边，19早起，动保处再次伫咧两边来放人仔像猫仔出现。动保处强调，嫌犯苦毒猫仔是事实，若真正有甲猫仔苦毒死，相当会当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扣200万的罚金。记者郭家做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大家嘛，走进乡一礼拜5暗时就要出发咯。彰化警察局呢成立机动应变小组，做安全勤务演练，避免发生抢救冤假冲突。乱叫要到路，两边民众互相抢声，警察随个人隔开。既然有人不满夜刀啊攻击，嘛随互警察压制。今年大甲妈廖警进乡要伫17出发，按算18驻驾中华南药宫。中华县警察局为着维护廖警人定的特殊，特别成立机动应变队进行演练。教官跟特任都非常的专业，大家都有各项技术，柔道啊、跆拳道跟体技的技术，所以应该是可以避免各项的突发状况。但年大甲妈廖警进乡若到彰化，拢会吸引侪信徒甲民众。过去伫彰化民生地下道，佫捌发生过抢救冲突。警方4年前开始成立机动应变队，今年应变队由40位教官、助教甲特殊警力组成，要伫民生地下道甲日本的接驾地点安排维安人力护桥。应变队最主要
是负责銮教的一个安全以及冲突事件的发生因为难免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喝酒那个酒醉滋事或甚至有团体之间的冲突暴力我们都希望能够以优势的警力能够来及时化解。中华县警察局表示，因为这几天大甲妈绕境进香，唔捌阁发生过冲突事件。今年警察人力会比去年减1成左右，出动2305人次的警力。警方嘛提醒民众，绕境期间要遵守相关规定，配合现场指挥，共同维护活动的安全甲顺序。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韩国电子入境卡系统进前，甲咱台湾列做是中国台湾人去抗议了后，韩国伫4月甲这烂位抬掉想袂到中国煞趁机会伫遐舞弄，讲啥物是一中原则是国际共识。咱的外交部也强调讲，咱和中国呢是无共国家，这中国家己讲出来，听到拢使人爱笑。韩国去年2月启用电子入境卡，伫出发甲要去的所在2个南非，甲咱国列做中国台湾，一直到今年3月南方抗议提出反制，韩国政府才伫4月将2个南非删掉，不过强调这是简化流程。中国足机会讲，台湾问题关系17亿外中国人民的感情，一中原则是国际基准甲共识，咱外交部严正驳斥。一中原则事实上不是为世界上面主要的这个国家所认可，那么他把他自己的一个主张包装成是一个共识实在是非常的可笑。前几年我们是用南韩来称呼，那现在是有我们这边是有更改对他们的称呼吗？对韩国一向其实就不是在正式的时候本来就有很多种不一样的称呼嘛，那是韩国如果丹麦台湾民众伫居留证的国籍一个出生地登记，也自2024年和丹麦改做中国。虽然咱方已经有反制，取消一寡丹麦驻台代表的特权礼遇，国民党立委质疑为什么拖2年？事实上，在2年前就已经展开交涉。南非在这样的矮化我国的外交的时候，你们就1到2个月；韩国将近1年，为什么丹麦2年以后才会做反制的动作？事实上，我们有相当多的丹麦国会议员是有协助我们去跟他的政府沟通，所以我想现在是他们丹麦行政部门的问题。最近巴西驻台商务办事处处长桑路易竟然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中国用外交方法继续散布异化台湾的错误讲法。民进党立委讲外交部袂让这个人表态，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当然是比较严重一点。但是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真的非常不恰当。巴西驻台代表现在正在休假中，那休假发这样的一个不当的言论，我们第一时间表达我们的强烈的抗议关切，那么也当面的约晤他，那么让他知道这个状况，我们后续还会演绎相关的一个行动。林楚英认为，2个才有乌拉圭符合中国的讲法，这么巴西代表如果拒绝承认台湾是国家，袂当当作单一事件。外交部也呼吁国内各政党领袖应该正视两岸互相无隶属的事实，避免和中国借机会宣传错误的观念。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其实镇公所去年9月所推出的5000块钱户口礼金，统计到3月底，这户口伫集的人数已经超过1万人了。公所表示讲，这项措施会一直到5月底，不过说落来呢，也有这升学迁出去和自然死亡这2大考验。学者是认为讲，会当利用这南投的观光特质，吸引退休的人口去遐大。不过大城爱做的就是把这医疗资源建立起来。一入火车站头前，载着游客车一台线一台来，一寡对北部来游客讲，正讲起一入古大的环境。山里面你以为火车在走，带动另外一个风情，很淳朴啊，淳朴小镇啊，尤其是集集车站，很漂亮啊。南投一入的人口去年8月半破1万，镇公所为了要增加人口数，提出奖励，自去年9月到今年5月，把户口迁来一入，并且在这1年。一个人会当领礼金5000块，到3月人口数总算有10028人。不过公所讲要继续保持无用期。少子化大家对囡仔更较少嘛，少子化大家所以拢会想讲，迁去都市，把迄咱的伊的户籍拢迁到因老爸老母做伙大，所以一个月拢会流失120个安尼。公所讲，除了少年人、伫咧人做都市工作机会较侪。读书搬出去，也个原本就有的老年化现象，拢是正大考验。民众是讲，礼金是暂时性的，
地方若是有发展的机会，人就会愿意留来。当然是这边的就业机会比较少啊，可是就是怎么讲啊？当然是年轻人一定是向外发展嘛。你就是要把观光做好，然后把那个这边有让年轻人有工作做。那他可以以这个为目标，我去吸引更多的退休人口来这边居住在这边，他不是为了工作，就在这边居住哦。那这种方式，它也会带动南投县内的一些经济的消费活动哦。那但是这个前提是你一般来讲，你要去吸引这个人，除了你的居住的成本要比较低，我想这个部分南投有它的优势了哈。但是南投可能比较欠缺就是医疗资源啊。或者讲，当地主要是观光一个适合高大的环境，除了对这方面来发展就业的机会，也让吸引一寡退休的人加户口搬来遮大。确保人口数的稳定，不过主要爱心或者有够的医疗资源，才有法度吸引人搬来遮。记者综合报道。造成自闭症的原因真复杂，中建院和各科会合作，透过 AI 技术协助分析，发现讲这自闭症患者因片啊较歹辨到味辨识有困难，连带影响到无共脑区之间的连接。希望这项重要成果对治疗有帮助。自闭症形成的原因真复杂，要哪治疗，医界甲科学界拢全力伫咧研究。因为全脑神经的回路真复杂，就会发展精准的全脑分析技术，才能知影回路是毋是有问题。中研院研究团队经过7年努力，用自闭症了解的全脑人工影像分析，建立出一套研究系统，来解开这个难题。它的辨识有问题，就是它可以闻得到味道，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区分，譬如说这味道是不一样的。这在自闭症的病人里面是后来是越来越发现这样的 case 越来越多。各种的精神科疾病，其实它有个地方很困难哦，就是它的药物发展哦，必须要靠老鼠的模型来建立。可是我们很难建立老鼠的动物模型啊。中研院甲国科会合作，发现自闭症患者有片觉的障碍，连带影响无共脑区间之间的信息传送。AI 技术会让提供加速建立模组的功能。要完成这个我们关注的这脑区标注，一颗大脑可能就要花掉快1个月的时间，让它先运行。那它基本上就可以达到8、9成的这个准确度。那我们可能就只需要花1天或者几个小时。这项正重要的研究结果已经发布在国际知名期刊。团队希望这项成果会让提供自闭症患者的治疗甲辅导参考，并且在患者进行早期治疗时阵，除了触觉、视觉的训练，也能结合片觉的统整。记者综合报道。本地7月要实施的这个宠物用药新制度，经农业部为福部去到立法院做专案报告，因为配套做了无周至，决策过程伤啰嗦，受到一批评。那防检署长就话大动7月要来施行，而且呢，这新规划的办法讲目前是无时间表的。本来是定今年7月要开始实施的宠物用药新制度，引起动保团体甲主人担心配套无够，可能会造成母囡仔医疗受影响。顶礼拜5引起农业部防检署抗议，要让防检署决定暂缓实施。目前来讲，防检署长杜丽华15日立法院证实，这项办法直接注销，和调查立委批评伤啰嗦。里面你们是压暂缓多久？这个现在是逐一针对这个问题来做讨论。那现在有一个更新的版本，就是这个的办法直接用注销。哪有一个行政机关、主责机关定的办法，经过2年的洗礼、2年的讨论、2年的多方的这样的接触，最终要把它废掉。防检署讲，2024年2月2日发布的《人用药品用伫咧鸟狗加非经济动物的使用管理办法》，和兽医师伫一定条件之下合法使用人用药品，并且建立药品的流向管理机制。不过最近接到外界意见，伫实务上伫咧激进、半迷或者是偏向，需要使用医用气体抑个注射器等特定药品，竟然无法度摕到医化，延误动物的救治，所以决定要注销这项办法。不过另外是民众党团批评，防检署2年缓冲期间无积极辅导药商完成登录，算失职。这个新制呢，被断头的这么的冲突，一定是它其中的规定呢，非常的不完善。漠视了兽医的用药权，漠视了毛小孩的健康权，在所有的配套措施没有到位，
沟通没有充分前，绝对不会冲出上路。黄检署强调，为了要解决动物保护药品登录无够的问题，将核准登录制改制广告制，由农业部主动公告兽医会当使用的人类药品清单701项，免除各项申请的停输。另外，也增加药房检准备药机制，和兽医师诊疗时阵会当即时使用。以后会重新拟定新的管理办法，目前是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三民区有一间新开的连锁牛排店，业者伫咧人行道顶悬画这奥多拜停车架，佮注明讲这是私人土地，专门要互人客使用的。不过对面的店家却是采购失败，讲人行道顶头袂当停车，引起议论。工程局也派人去到现场会勘。照法规来讲呢，这搭是绿色退休私人地，袂当停车，业者行为也已经违法了。奥多拜一台接一台徛起来人行道顶悬，看到涂骹有画架啊，就赶紧甲车停入去。高雄三民区东明三路遮，今年初新开一间，讲是全国上大连锁牛排店。不管是人拢吵，为着停车的问题，业者伫家己私人地悬贵的人行道为停车架，拢总画3搭，佮注明牛排店的人客专用。民众虽然感觉奇怪，不过也是方便就好。第一眼看到它会觉得怪，会啊，我就觉得怎么上面会有停车格。所以我们在吃饭就晓得，它可能是为了方便我们民众停车，对，要不然一般我们就是会找路边的停车格放。这边的行人空间本来就有限，尤其以台湾的用路环境来说，那再把摩托车放上来，其实会有点挤啦。然后加上上面已经有那个脚踏车的位置，一边是私人位停车架，一边是 U-bike， 人会当行的空间就剩一杂杂啦。尤其若搁看过对面路，店家是彩牌啊，讲人行道袂使停车。有民众感觉无对当，认为车都向市府反映。初步会勘停车架虽然是位伫私人地，不过是属于建筑法规的绿色退休私人地，袂使过停车架。15下晡，工务局再次会勘，确认停车架无下规定，业者也当机会甲车架取消。本案现况车位划设于不得设置停车位之退缩范围内，已请业者于文到7日内自行改善，并书面回复本局及都发局、交通局及警察局。业者讲，后续停车架会锁返来，唔是人行道悬贵的私人地顶悬。工务局表示，照高雄市现有的规定，3公尺以下人行道是袂使停车。除了确认业者的改善状况以外，冒车警察局加强巡查，避免各有民众违规停车。记者柯家柱、柯昭勇、高雄场报道。依然有一个查甫人，介享受感情纠纷去向亚军啊讲，落尾呢，这受害者竟然骂警察，讲甲这嫌犯放走啊。警方表示，讲去到现场，嫌犯已经离开，而且受害者无提告，才无依照现嫌犯甲人抓起来。顶间的画面会当看到一个卖卤味的头家夹巴达伫咧厝的门口行，一直呛声。另外一个查甫人出来了后，夹巴达头家就约过去，去向讲的 A 先生15出面控诉。主要在这边是说，为什么警察没有依现行犯去逮捕当事者？这个是不是在执法上有疏失？把验伤单摕出来 ，A 先生表示，对方无分是非，就起脚动手，牙巴达牵伊的头壳有足侪裂伤。朋友报案了后，警方到场，说无以现行犯把这个头家抓起来。都有拿球棒攻击我，但是我没有提告。双方发生冲突，疑似是感情纠纷。警方把闭落去的画面展出来，显示到场了后，受害查甫人表示我无要提告，而且刚讲的这个头家嘛已经离开，所以无以现行犯来处理。警方到场时已无打架情势，当场询问受伤民众，表示不愿意提出告诉。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伫咧实施中，也是实施了后，即时发觉的人就是现行犯。法规无强硬规定一定爱逮捕，警方有裁量权。警方嘛指出，这个案件的员警伫咧依照现场的状况研判，先协助受伤的人送病院。双方目前拢无提出告诉。伫咧告诉的期间内，双方要是当去附近的派出所提出告诉，会依照规定秉公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消防署伫屏东举办搜救犬训练，今年邀请世界真出名的德国联邦救难犬协会专业的教官来台湾教课训练认证，也提升咱搜救犬资源救灾找人能力。
锁仔偷开手势一比落，苏球肯随队协配冲去，开始用狗仔片执行敲锤任务。一打久啊，就找到户底伫建物内底的人，顺利协助救援人员。这是屏东消防特殊大队举办的台德苏球肯训练活动，邀请到德国联邦救援肯协会10位教官，8月开始连续5天，针对台湾救援肯不足的部分，加强训练，互相交流。那这次的训练呢，分成2组包括瓦砾搜索以及我们的陆军搜寻。以往的话，我们在陆军搜救犬的部分呢，琢磨比较少一点。那透过这一次的训练的话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提升我们在这一个部分的一个搜救的能力。屏东县消防局表示，德国救援肯协会伫路径追踪、甲协会敲锤这2项有透明的实践和训练经验。这摆合作的重点，放伫狗仔追踪行为辨识和目标气味追踪的技术。屏东特殊大队因过对路径敲锤较弱，所以特别提升狗仔追踪路径的能力。未来若拄着像失地，也是爬山有人失踪的时阵，增加找到人的机会。I think that the Taiwan dog handlers are very good dog handlers and are very experienced, and I think it's an exchange of knowledge. We take some experience from this dog handlers who have a lot of real missions in a very difficult area. We take them back to Germany. 今年的活动除了屏东县消防局、消防署和各县市消防单位拢有派人参加，合适训练苏球犬的美格。活动结束了，还有安排严格路径追踪、认证考试，要用国际标准看台湾苏球犬的训练成效。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讲到花莲的市区，最近出现真侪乌苏网啊，民众逢顶甲走投无路，唔但影响到生活，也影响到观光。徛伫咧花莲市区的民国路，无2分钟，手顶头有足侪只乌龟，脚嘛是一拍一拍。民众感觉花莲乌龟问题是哪来哪严重，而且即马佫会入去室内，影响生活品质。外地人来到这里的话，其实他的手上大概最少都有10几20个叮包啦。他家里还是有纱窗哦，结果今年的3月，他都已经感觉到小灰蚊很多啊，小朋友都一直被小灰蚊叮。伫咧过去，乌龟较常出现伫咧偏乡的khu外。不过最近这2冬，花莲市区唔知影什么原因，乌龟数量是哪来哪济。公所嘛强调，防治的工作第3月就开始进行。不过拄着落雨几若天，药啊就会消失去。落雨了后，青田发出来，佫较是因上爱食的食物。大概喷药的药性大概半个月至1个月之间哦，那可能下了雨，那小黑蚊又在出现，然后那主要其实还是它的幼虫的一个食物蓝绿藻的部分哦。是小黑蚊防治并没有所谓的特别有效又一次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个药剂哦，的确是没有，那只能靠说我们。大家在做幼虫防治的时候，把蓝绿藻做一个清除。公所强调，这摆喷的药剂是环境部规定的除虫剧精，过去使用的山水乡提炼的醋液，其实无啥物效果。呼吁民众爱斗阵协助清理厝内门口埕，也是最高的车池，再当甲乌龟的数量降低。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台语片70周年，国家影视厅中心除了有系列活动，也专工推出一条台语主题曲，做阵来去看电影，甲台语电影的时代也有特色，拢唱入去歌内面，希望带咱这观众朋友登去台语片黄金年代。中心也拍算推出全世界头一支的口述影像版本的台语片，或者视障朋友会当用听的来欣赏电影。小情的电影内底嘛有报道的歌声，陪伴你甲我唱予全世界，做阵来听。用歌声唱出对台语电影的感情，为着要纪念今年台语片70周年，国家影视中心和金曲歌王萧煌奇合作，创作这条台语歌，就号做阵来去看电影。音乐内底吼，佫有一寡 Big Band 的元素。咱早期的电影拢有足侪拢是有迄个现场的迄个演奏，不管是迄个铜管乐器、木管乐器，拢会当结合跟音乐在一起。国影中心讲台语片70周年，而且萧煌奇来做台语歌，是因为台语主题曲对台语电影来讲非常重要。迄阵台语片足侪拢是用文学也好，一个影响也好，所以即摆咱想讲，无咱是嘛是用歌，佫拍一个 MV 吼，拢来夹拍。
高压中心表示，台机片伫1960年代到1980年代有千外磅的产量，对世界电影史来讲是真特殊的现象。这几档伊嘛真积极在做修复的工作。我吼，真听你唱歌呢。我的歌声你敢要爱听？这届70周年的活动，高压中心嘛甲李行导演的梁尚好和洪一峰主演的旧情绵绵做修复，带观众回去台语片的黄金年代。你看就知影讲哦，原来阿公阿嬷的时代，因讲的台语的腔口是啥物？爱做你话的啥物世界迄个情况，所以讲拄我讲的讲，这是一个历史的宝库。另外，高压中心嘛计划伫今年推出全球头一支口述影像版的台语片，希望互视障的朋友也会当用听来欣赏电影。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对伊朗实行海上封锁来到第2天，军方表示讲呢，已经把伊朗的海上贸易经济全部切断啊。2只互美国制裁油轮，就是通过荷姆兹海峡了后，有关是防炸落来，月头就断去。川表示讲，美伊上近这2天会伫咧巴基斯坦举行第2轮的谈判，战争真紧就结束啊。美军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第2天，拢总有8只船通过荷姆兹海峡，其中无受制裁4只船顺利通过，另外4只甲伊朗有关、互人制裁船无法度通过。其中载25万吨甲船的中国油轮复兴号，伫通过荷姆兹海峡煞伫出口的阿曼湾，去互美军驱逐舰扩大哪吒，随翻头倒转去。美国中央司令部大文表示，伊朗9成经济由海上贸易伫推动，封锁港口36点钟内已经完全停落来。即卖有超过1万个美军10外只军舰加几60台飞机执行封锁任务。伫上起升的24点钟内，无任何船只突破美国的封锁线。6只商务船遵守美军的指示，翻头转去阿曼湾的伊朗港口。国再声明，美军是支持通过荷姆兹海峡通过非伊朗港口船只的航行自由。在这个同时，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甲伊朗的新一轮谈判2天内可能会伫巴基斯坦举行，战争已经正接近尾声。副总统范斯是讲，若是伊朗承诺放弃核武，美国会以川普方式的贸易帮助伊朗欢迎。He really wants a deal where Iran does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ran is not state sponsoring terrorism, but also the people of Iran can thrive and prosper and join the world economy. 中国外交部拜日表示，美国封锁伊朗港口是危险而且不负责任的，经过安尼做会增加紧张的局势。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那讲到移民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常常是讲吼，这个移民者呢，伫伊本地国家过了无如意，才想要换一个国家去生活。不过换到另外一个国家呢，伊就爱面对着文化、语言，甚至是种族歧视等等问题。甚至有的国家认为讲，这移民者呢，因可能是带犯罪来的。那欧洲国家呢，拢伫咧限缩移民的时阵，想要到这西班牙，说是开放无证移民合法化，带5个月你无犯法，你就当来申请。这个措施呢，唔但会当增加到这西班牙的劳动力，减少人口老化，但如果当增加90亿的欧元税收。伫西班牙的巴塞隆纳，14规街仔头是安尼闹热滚滚，因为大批移民上街仔头欢喜庆祝西班牙的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互外籍人士合法的特别计划，互因总算是有机会会当有合法的居留身份咯。It's more opportunity in immigrant. So thank you, Pedro Sanchez. Thank you, Spain. That this government give me us this, we are so happy. Our without paper people. So happy now. 这是西班牙20多年来头一摆推动大规模移民合法化的政策，头起先是70万的公民人数提案，得到包括天主教会在内上百的民间团体支持。那总理桑切斯为着避免国会阻挡，用封家法令的形式直接通过。法令伫15天公布了后，就会正式生效，差不多50万的移民的受惠。那得到合法身份的移民都要纳税，卖使享受权益。Y que para mí es uno de los grandes hitos de esta legislatura. Se trata de la aprobación definitiva del Real Decreto para que va a dar comienzo a un proceso de regularización extraordinaria para miles de personas migrantes que ya residen en nuestro país. 虽然保守派也有极右派反对党
批评这个计划定位是咧鼓励更较侪非法的移民入来西班牙，也毋过政治路线较温和的左派总理桑切斯认为安尼是会使改善西班牙欠人力的问题，以持经济竞争力，嘛保障社会的福利制度。估计这替国库增加差不多30亿欧元的税收。政府嘛公布详细的申请条件，规定移民必须要伫2026年1月7日进前到西班牙，待满5个月，无犯罪记录。若符合资格的人，会使自10日开始伫咧线顶申请，20开始开放现场注文，申请的时间到6月30。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讲到咱人拢会老了后需求也拢无共款。伫法国呢，这65岁以上的人口占22.5%，其中 LGBT 多元性别的时代保守估计大约有100万人，因为生活和心理问题真少人去关注。伫咧里昂呢，这市政府和民间协会合作，打造全法国头一个替这个多元性别族群时代所设的多元之家。来看公司国际记者伫法国的采访报道。Hey Pilote, viens mon bonbon. I just have the practice with a class, you know, doing port de bras, and I just feel like vivant, how we say, in life. 法国65岁以上的多元性别族群保守估计差不多100万人，谢尔范就是其中一个。本身是芭蕾舞者，伊退休了后，知影里昂有一个专为 LGBT 打造的工具，伊就随决定为北部选去里昂。Et pourquoi je suis venu ici? Parce que je cherchais une aventure humaine. J'ai l'impression de renaître, de vivre des choses différentes, de faire la connaissance de beaucoup de monde et de construire quelque chose dans l'avenir qui est prometteur en matière de bien-être et de l'idée de bien vieillir. 第2025年10月落成的多元之家，由里昂市政府提供土地，民间协会负责规划、协调甲建造。这个特别做伙大的工具，要互多元性别族群会当斗阵有尊严、健康来享受老年的生活。C'est une génération qui a connu des coming out compliqués, des discriminations, des violences. C'est aussi une génération qui a connu les années SIDA avec la perte de proches, voire eux-mêmes sont porteurs du VIH avec les problèmes de santé que ça inclut. Et donc, il y a une étude de l'OCDE qui a montré qu'il y avait un taux de suicide de 2 à 7 fois supérieur pour les seniors LGBTI. Et donc, c'est ce qui a fait qu'aujourd'hui, il est important de proposer des habitats dits collectifs où des personnes qui se ressemblent font le choix d'habiter ensemble. Et on est vraiment sur la lutte contre l'isolement social. Et lorsqu'on n'est pas isolé, on peut vieillir en bonne santé. 多元之家目前有15个住民，有公共空间，会当斗阵开讲联络感情，集体生活有权利，完有责任。因组成委员会以共识决决定公共事务，连洗衫房的设水都是大家做伙讨论的。On ne loue pas un simple appartement. En fait, certains habitants disent qu'ils ont loué du lien social. Parce qu'en fait, cette première maison est un vrai succès. On a ouvert, la maison était peuplée, on a une liste d'attente. D'autres villes sont en train de discuter avec nous. Et donc l'idée, oui, est de pouvoir construire et s'aimer plusieurs dizaines de maisons en France dans les années à venir. 一间公寓让多元性别族群无论在生理上或心理上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对这些长者来说，这里是他们最安全的堡垒。公视国际记者陈正、陈希伦在法国里昂采访报道。咱做位来看明仔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23度到30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2度到30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2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29度；宜澳、金门、马祖对17度到28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